12月12日共同的出路。對我們每個人而言，重要的事實是，我們找到了一條共同的出路。我們發現了一種解決途徑，大家能夠對此絕對贊同，而且以此建立兄弟般的情誼，並攜手行動。這就是本書帶給那些深受酒患之苦的人們的大好訊息。是酒者護戒協會第14頁。在第12個步驟中，影響最深遠的是出版了《是酒者護戒協會 AA》這本書。在傳達是酒者訊息方面，沒有什麼可以和這本書媲美。我的想法是跳出自我的禁錮，只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。即使沒有人邀請我做助幫人，或者我的電話也很少響起，我仍然可以實踐第12個步驟。我以兄弟般的情誼去攜手參與到行動之中。在會議時，我提早到會場去和他人打招呼和幫忙準備會議場地，也在會議中去分享自己戒酒的經驗、力量和希望。我還在做力所能及的服務工作。在我恢復清醒的每一刻，我的更大的力量都會把他想要我去做的事賜予我。只要我接受更大力量的恩賜，第12個步驟的工作就會自動隨之而來。